即係其實好少人講㗎啦，互助獎 OK。嗱，我哋有6個獎金制度，其實好簡單，我希望10分鐘講晒啦，好嘛？互助獎係咩？原來有5% 咧可以向上攞到喎，咁得意嘅，上線做嘢，下線可以攞錢，有冇聽過？躺住收喎，呢個叫不勞而獲獎喎，哇，咁正嘅，點解？上線揾錢我原來下線唔使做嘢都攞到5%喎，咁啊快啲叫上面嗰個做多啲嘢，我攞啲錢啊！原來你上線貼住呢個戶口啊 ，A、B 呢個戶口上線貼住呢個 U 咧，原來佢揾1000你又袋50，揾10000你又袋500，嗰日啊係所有獎金嘅5%，瞓住喺度都收500蚊一日，好唔好啊？哇！咁我1000蚊入場，佢如果日日都1萬，我咪唔使錢攞到1000蚊美金。嗱，都有限制嘅。因為原來你第一單，譬如話 A1 攞第一單入1000，原來最多可以攞3倍咧就出局㗎啦，即係封頂啊！咁如果你呢度入2000，呢度攞幾多錢啊？6000㗎喎。如果有人明白，哇咁樣咁啊，不如叫佢老婆、叫佢女朋友加入啦，係咪先？入6000，咁啊攞幾多錢啊？18000蚊美金啊！2個都6000，攞幾多錢啊？3萬幾多？3萬2嘛，6000 6 3 18，係啊3萬6啊！你知唔知啊？有啲咧就唔係㗎，我入個位1000啦咁樣，哇3個月之後揼晒心口啊！原來上面嗰個係咁賺錢，咁啊即係入少咗啦。所以咧，而家咧一般唔會入6000嘅，一般入2000啦。2000攞幾多錢走？6000走啊 ！OK， 大家明喎？互助獎原來不勞而獲，唔使做嘢，叫上面嗰個做多啲嘢得㗎啦。原來大家明喎？OK， 互助獎專注一個戶口得啦。OK， 第二個獎金叫推薦獎金10%，記唔記得1000蚊有幾多分？750分，如果你10%咪75蚊美金咯。如果你係2000蚊入場，有幾多分？1500分10%咪150蚊美金咯。OK， 記住呢個數先。OK， 呢個第二個獎金咯層碰獎，哇呢個真係好快回本啦。總之咧，每一層出現左一粒，第一粒嘅左邊，第二粒嘅左邊咧。你就會碰到呢個獎金㗎啦。如果兩個都係1000，咁你會收到375蚊美金。跟住 A 介紹 C，B 介紹 D， 你又收一次喎。C 介紹 C1，D 介紹 D1，你又碰一次。哇，如此類推幾好啊！呢個獎金咧冇限層數，冇限國界，冇限次數，係唔封你頂嘅。我想問下，如果你入1000蚊入場，你幾多個碰回本啊？3層就回本喎，係咪回本幾快啊？仲有喎 ，C、D、C1、C2、D1、D2 嗰啲完全唔係你叫嚟嘅，都照碰。OK， 好簡單啫，呢個叫層碰獎。咁如果你100層收幾多錢？37500蚊美金。OK， 如果你1000層收幾多？375,000蚊美金，你入嚟1000蚊啫喎，哇好着數，真係好着數。我係1000蚊入場喎，真係笑到你都瞓唔着。OK， 咁另外全球分紅喎，哇咁快講全球分紅嘅，點解嘅？我哋以前做嗰啲唔知咩公司嗰啲咧，又唔知咩皇冠咩鑽石綠寶石嗰啲，唔知要做幾多千萬先至你入到嗰個即係嗰個私人會所嗰度。OK， 而家唔係，我哋咩左邊14部1000蚊嘅機，右邊14部1000蚊嘅機，你就已經可以攞到一份全球分紅 M1 啦。M1 咁其實咧，我哋係咩原來咧，我哋係點樣做業績咧？計1萬分你就已經達標啦，即係14部細機，仲要係唔使有機會唔使你做咁多上面碌落嚟嘅。OK， 一
1,000,000分、1,000,000分、10,000,000分、50,000,000分、100,000,000分、500,000分1,000,000分咁樣落嘅。我自己咧可能咧好似好渺茫，但係我話俾你聽，我2個禮拜已經係升 M1 㗎啦。OK， 2個月我就升 M2， 2個零月就升 M3， 2個零月就升 M4。咁我而家咧就追緊 M5。想唔想知道而家大概幾多錢收入啊？升 M1 升 M1 其實唔係好多錢，幾萬蚊到啦一個月。OK， 升 M2 大概4至到8萬到啦上咗 M3 大概接近10萬啦跟住 M4 咧都應該係20萬以上㗎啦，一個月港紙。M5 咧大概50萬一個月。如果接近 M6 咧，接近100萬一個月。OK， 你投資幾多錢？1000蚊美金。1000啫喎，抵唔抵做啊？係咪好易攞啊？係咪好易攞啊？只需要你專注做我 OD 啱就得啦。我哋發現咧，當然啦 part time 都做得，不過 part time 就梗係冇我哋咁快啦。記唔記得我諗住用幾多個月做㗎？1個月試下得唔得㗎嘛？我搏命做1個月，睇下得唔得？得就繼續留低，唔得就走人㗎啦我。點不知俾我做咗10幾個月仲有喎，拎全球5% 出嚟喎，分喎。記唔記得我哋1個月大概幾多營業額啊？7個億，一年咧84億，4個%幾錢啊？4億幾港紙出嚟分俾你哋啊！咁我咧有幸地咧就今年咧就攞咗 M40 份，唔多嘅，2000零蚊美金啦，3000啦但係咧當然呢啲就少數，但係佢年年攞，唔會燉冬菇，唔會燉冬菇 ，OK？ 咁你點攞啊？最少推薦1台機就攞到㗎啦，一年喎一年喎合資格喎咁 Brian 咧其實咧已經接近40萬人㗎啦，佢 M1 淨係 M1 都4萬人喎。如果佢嗰啲 M1 每年開1部機，佢淨係攞呢啲獎金都幾百萬一年。OK， 我唔知你明唔明都唔緊要啦。咁而家咧送嗰個單位咧，地產單位以前要升 M5 嘅，我追緊 M5 嘅時候咧，佢已經剩翻10幾套俾佢送㗎啦。咁但係而家咧改變咗遊戲規則，如果你由12月1號到今年11月尾，你嘅直推獎同埋區域獎夠10萬蚊美金咧，公司都送喎。咁好似我打一標啦，俾啲掌聲先啦。咁我咧係我嘅團隊嘅咧，我都會有條鎖匙嘅。你中意去玩就玩啦我俾條鎖匙你去玩下，好唔好啊？好。咁咪梗係好啦咁非常之易攞。咦，話呢個咧，呢個都照講啦，好嘛？呢個咧就其實咧都係頭先嗰個啫點講啊？哇，原來咧我哋記唔記得我哋嘅業績係累積嘅，無限累積，亦都唔歸零嘅。我以前咧做好多直銷公司嘅即係咧成日都唔累積嘅亦都成日歸零。咁呢度好啊，唔歸零。OK。咁我哋嘅獎金推薦獎講咗啦，記唔記得我哋咩有機會上面我哋行2個績，亦都有啲機會咧係會放啲人落嚟嘅，有啲機會啫。如果1同2都唔係你嘅人咧放咗落去你個組織，原來你直推一個 A 咧有75蚊，你直推一個 B 咧都有70，即係直推有75蚊。咁咧如果有一個層碰咁有375蚊啦。其實基本上咧，佢呢度咧層碰多幾次咧，基本上你回本㗎啦。呢個咧就即係話俾你聽，你買咗1000蚊點樣回本嘅啫咁呢個咧呢個唔講啦。最緊要咧就係咩如果你有組織嘅話咧，你有組織已經好似我咁樣啦，接近1萬人啦。OK， 咁呢1萬人，如果公司有新產品，係咪你唔逼佢買，佢都有機會買即係好似有人買咗腳機，突然間有部水機出我唔使逼佢嘅，佢話我想買喎，係咪我都有啲業績點都會有啲業績嘅喎，係咪？咁所以咧每年咧新出2隻新產品咧，你嘅組織自然會膨脹嘅，大家理解嗬？自然理解。所以咧儲多啲人咧係緊要嘅呢個 ，OK。
亦都係啦，專注一個戶口就算啦，唔好太過多。嗱，我以前咧有啲公司咧叫你開40個戶口嘅，有冇聽過啊？3個、7個、10幾、20個嗰啲，哇！我見到直頭成個圖都係頭暈啊，逐個戶口走去查分喎。咁所以呢度就唔使啦，一部機你淨係做一部機就得啦 ，OK？ 咁啊，亦都咧我哋嗱呢個咧我哋就會叫做咩啊？左一嗱，其實呢個咧就好得意嘅，呢個得意。我講呢個叫專注層碰。咁啊，另外咧亦都有一個叫對碰獎啦嚇，對碰獎咧我有一個比呢個會更好少少嘅。OK， 呢個會好啲，呢個會好啲。嗱，我哋咧最尾嗱，我哋頭先講咗幾個獎金啊？第一個係咩啊？第一個互助獎啦，不勞而獲。第二個咧？層碰獎。推薦獎。第三個咧？層碰獎。第四個咧？對碰。全球分紅。第五個呢個第五個㗎啦，叫做對碰獎。對碰獎點計啊？啊，對碰獎點計啊？你記唔記得我哋咧行兩個組織啫嘛？係咪？嗱，左一粒右一粒，咪叫層碰咯，係咪？啊，呢啲叫層碰。OK， 層碰啊，紅色嗰啲就叫層碰。咁，咦，黃色嗰啲係咩啊？對碰。黃色嗰啲係咩？對碰嚟嘅喎嚇，會唔會唔出啊？呢啲獎金唔會唔出嘅喎嚇。我哋咪行兩個組織啊？係喎，我哋計細區嗰邊業績。咁如果你計對碰業績，呢度有幾個碰啊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個碰。如果你1000蚊入場，就82個半一個碰；2000蚊入場就90蚊一個碰；6000蚊入場就97個半一個碰。呢度有當日有15個碰。如果你係2000蚊入場，你收幾多錢？90乘15，幾多錢啊？1350蚊美金，好似我咁接近1萬人啦，會邊我當你5000人啦，點都有啲機出啩？平均15個碰，30日，大概幾多錢？31萬7港幣，31萬7,920。好唔好啊？我投資咗幾多錢啊？1000蚊美金咋？點解我笑到見牙唔見眼啊？日日都收呢個數，係咪好開心啊？好啦，打個9，打個8折好冇？打個8折試下，打個8折。25萬。都20幾萬啊，大哥嚇，係咪好啊？呢個計劃係咪好過癮啊？嚇，唔使重銷，又唔使年費月費，乜鬼都唔使。哇！日日咁樣收，邊個都開心啦，係咪啊？不過咧佢好得意嘅，入1000蚊，封頂數就1000嘅啫，個人有封頂喎呢度即係唔會爆煲啊嘛第二2000蚊入場，一個月收幾多錢？如果日日封頂6萬蚊美金啦，48萬幾㗎啦。6000蚊入場，7000蚊每日封頂，7000蚊乘30日。21萬美金喎，折入港紙160萬啊！你投資幾多錢啊？1000咋？大家明唔明啊？哇！真係幾好啊，開心啦！嗱咁最尾講輔導獎啦輔導獎係好少人講嘅雖然係遠啲，不過咧我呢度咧係有太陽線無限闊深綠帶嘅。OK， 咩意思啊？原來呢個先最揾錢喎，呢個先最揾錢喎。Brian 咧，而家咧40萬人 ，OK， 40萬人，咁咧最揾錢係呢個，一年嘅收入大概5000萬港紙佢佔咗呢個獎金咧係4000萬，1000萬係嗰啲頭先嗰5個啦，呢個原來先最勁嘅 ，OK， 因為點解啊？原來咧你1000蚊入場推
推咩啊？推一個就一代，推3個就3代。如果你2000蚊入場咧，推一個1代，推2個2代，推3個3代，推5個咧就5代。如果6000蚊入場就6代。OK， 咁啊點啊？原來呢個咧第一代定係我推你嘅，我推你。OK， 我協助你揾多啲錢，協助你多啲對碰，我可以咧公司額外俾10%我喎。如果你日日都封頂，你係咪7000蚊美金啊？我收幾多錢？10% 喎，10% 即係700蚊美金啊，700蚊美金。如果我日日都推多啲，培養多啲 Ivy， 我培養到10個 Ivy 喺度，我收幾多錢？7000蚊美金一日啊！仲要冇限嘅，太陽線無限闊㗎，深6代，哇！原來第6代咧，如果呢個推5個，哇！第6代15000幾人啊！呢條數就勁啦，天文數字，公司話唔封頂嘅呢個，係咪好勁啊呢個？啊當然啦，呢個可能好遙遠，但係對我嚟講，如果我超過5萬人咧，其實呢個數已經好犀利。嗱，火哥而家咧大概150萬一個月，佢淨係收呢個獎金都幾十萬㗎啦，已經收幾十萬，仲要冇封頂嘛，係咪多啲幫我哋係咪天文數字啊？你明唔明啊？呢個犀利。咁當然啦，我哋公司咧亦都好好嘅，希望咧用多啲我哋公司即係嗰啲獎金，所以咧提現嘅時候咧都係80% 嘅啫。所以我哋頭先所講嘅所有獎金都係8字嘅啫。OK， 20% 咧跌咗去我哋一個專區，可以俾你免費換貨。咁我哋咧而家咧有元寶啦，即係譬如我哋解酒嘅元寶啦。呢個解酒元寶咧就係同片仔港合作嘅。咁咧你飲，我哋試過咧飲啲烈酒啊，大概60度到嘅，一飲完之後，大概5分鐘再飲我哋嘅元寶咧，由200度跌到落去30定40度到，即是話咩啊？可以即時解酒，即時解酒。如果我哋有一啲分數喺度咧，你可以換嘅，唔使錢㗎啦。咁嚟緊公司咧，仲有啲咩免費俾我哋換啊？植物幹細胞。植物幹細胞而家出面賣緊幾多錢一樽啊？2000蚊。3000幾蚊都有，3000幾蚊都有。而家有好公司咧賣緊一樽嗰啲唔知咩細胞嗰啲咧，3200蚊一樽零售價。但係去到我哋 Only Life， 如果你係嗰度咩啊，重銷錢包咧，啲錢跌咗落嚟可以換係唔使錢啊，唔使錢啊！公司攞咗友好公司嗰啲產品嚟研發喎，揾啲即係嗰啲科學家一研發話，呢件嘢好易抄啫喎，我可以抄到佢99.9% 喎，我哋研發咗啦。公司聽講話會放入去我哋個專區嗰度俾你免費食，好唔好啊？好。免費啊，免費呢個緊要啊嘛，你要使錢就梗係唔好啦，係免費嘅。咁嚟緊有好多免費嘢咧俾你換嘅，其實咧有公司好難撈㗎啦，我話俾你聽。咁我哋咧今日咧就唔係咧即係大家合作啦，其實咧都係希望揾多啲錢。但係咧佢呢個 PowerPoint 講咧，我哋揾你入嚟咧唔係揾錢咁簡單，係一齊做幾年就退休啦。你知唔知啊？我做咗1年啊！都未退休，我未退休。我都希望一個月有1球嘢一個月，1球嘢都一個月都仲未退休喎。即係點解我攞到之餘咧，我希望你哋都攞到喎，好唔好啊？好。咁好啦，俾啲掌聲我完結啦。OK， 大家你覺得呢個6個獎金制度難唔難講啊？唔難講。明唔明白啊？都明白喎，岌晒頭喎。